K3，饭食啊，饭食。老人，饭食，K3去倒位啊？淑华唔知。哈？连你也会唔知哦？无你是伫咧创啥物货？顺按大人去倒位，竟连你也会唔知？哎呀，紧去甲我找啊！是。哎呀，这个囡仔吼，到底是走对倒位去？哎呀，你伫咧找 K3是？是啦，我就是有代志得要问伊，偏偏啊伊都无伫咧啦。你有啥物代志？是毋是会甲我讲？无听到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哎呀，水春啊，听讲吼，迄个神秘剑客，讲毋是普通的人物呢，讲是啥物朝廷派来的秘书，敢正是有影K3伊嘛是安尼讲。哈？要哪呢？伊为什么要自认讲伊是杀人的凶手呢？ K3讲，这是一个计策。计策？那安尼讲，迄5个人被杀，敢要真实是何三做哈？是毋是？是何三兄杀的，无毋对。哈，水春，你哪会知影讲是何三杀的？是 K3伊亲眼看见的。哈，你即摆咧讲啥？阿你讲啥物啊？阿姆，K3伊甲我讲，昨日暝伊亲目睭看见何三兄杀死张顺凤。阿姆。我爱来去找伊。阿姆，你敢知影因即摆伫咧啥物所在？我知影，何三一定是伫医院的梦境的。杀死医院的人已经死过，志春受龙还袂死，我一定要除掉伊受龙，才当心甘情。在天指定的医院，伊再袂。哎呀，王法是不准你搁杀人，你知？然过我已经杀5个人了，我一定要除掉伊受龙。哎呀，你无有大哥，你又无一个杀人的大哥。我刘浩三自城中从来毋捌救过任何人，现在我要救你，你搁予我最后的机会。杀死受龙是？你答应？无，我袂用答应你。我心内顺爱，去能放枪罪犯搁去杀人呢？行，跟我来去关去。行。你想要举报？刘浩三，我刘 K3虽然已经无兄，也毋过你还阁有一个小弟。你用心血，再陪18年的苦心，伊即摆已经成功啊！伊无辜负你对伊的寄望。敢讲你忍心，敢嘛毁灭伊的前途心？我甲你来去。后三，后三，阿娘，你现在来啦？你要掠恁大兄去跪案，敢讲我会用的无来的心？K3，你敢有想过？你来甲恁大兄掠去到衙门的？伊气是袂当转来安尼，是爱判死刑，是爱斩头呢？阿兄已经杀死5条人命，你知？遐歹人拢应该死，搁杀10个也是应该的。阿娘，边个？
你即摆都甲我放恁大兄走，安尼啊，阿兄是犯着王法，害你身躯不复顺啊！我会用放罪犯脱责任。你这个不负顺案，敢讲你无办法救恁大兄是？啊？天子犯法，以庶民当罪。好三，拢是安尼害你的，是安尼害你的。当初你有心要拖你江湖，全是我这个老人老糊涂，不该偷摕囝你的剑谱，只害伊煞命有风度。今仔日惊你会搁杀你，全为这个剑谱成祸根。好山啊，你袂该将阿娘因啊，全是阿娘害你，别他受你。有情啊，好山早就来应该死啊！我杀人无数来做难事。我欢喜有一个公正无私来啊小弟啊，有情啊，你也有一个关机顺安的啊囝儿，后我面前我母亲啊。天子万万当小民，我是行着无怨言，我是为憾是被杀，迄个收容来大受忍。我自由是阮阿兄，你严教阮，是阮好老，就爱报的。王亲犯法也不用阮，才袂枉费我客三啊，做安那困。等下，无客三，你心肝才是这么用心，
你若兄栽培你做官，你才来送伊去上山头大心。阿娘，阿兄是犯着枉法，就算讲我会当放伊走，伊也是难逃一死啊！你伫要做好官，你都叫恁大兄去死心，我唔敢。阿娘，我若是私放罪冤，是枉费阿兄饲我18年的苦心命啊！你咧讲这是啥物话？我不管，我不管。我今仔日绝对唔免互你将好衫甲我带去。客山的，你放伊走，阿娘甲你求，阿娘甲你拜托，阿娘甲你跪啊！阿娘，你莫安尼，你放伊走。你为什么要为难我啊？阿娘。你莫安尼甲我低调调好啊！你小李做怎来这要创啥？无看这伫咧出入入的人遐尼多，我拄仔在是要探听消息。小姐，较俗的酒招来，土豆煞一盘。好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哎呦，你嘛拜托咧，莫在遮甲我破坏工作，敢袂用的。那你这款人哦，是袂耳的卡笑啦。你有法度通啊办什么代志？哎，你煞袂记的？迄咱马原来有一部踢了，当时何三甲 K 三甲因老母啊，迄个无人口会开的时间，毋是原来外头开的。若毋是我去找着阿王伯啊，因母仔囝哪有可能见面啦？对。啊，准阿讲你若会当找着犯人，你是有人犯。我会用的来去关衙报啊，做线民啊。小丽。啊，你是安怎呢？伊啦，伊哦，爱，迄个人为点来入去？你若要爱查消息，你就甲对入去问啊。免啦，我干那坐在遮啉烧酒，安尼就会用的啊啦。姑爷，人阮小姐为着要找你，无小着路途千里，来到遮，你哪会到这时阵才来找伊啦？我实在是真无用，娘囝，互你等甲真着急哦。底下的人咧破病，你叫我哪会袂着急咧？小姐，遮，互你慢慢来去讲吼。爹，迄是旧镜头，有时阵就好，有时阵就严重。安怎？即摆敢遐尔啊严重是？伊老大人爱我赶来这个所在，叫你转去一逝。袂用的。伫我代志还袂办好以前，我袂用离开遮。你的代志办了怎样咧？差不多啊。我一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有听人咧讲，你自认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是？是。我还阁甲伊留雨伞比劫。你这是为什么呢？要防止命案莫阁再发生。你找你雨伞比劫，是为了什么？
我要试刘和山是毋是真是无要使用剑？结果咧，我失败。命也是同款，搁再发生。你是讲昨暗比赛的钟顺宏？是，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只可惜无凭证。有，我有亲目睭看到凶手杀人。伫倒位？就是伫咧这个窗仔口。凶手是一个查甫的。无毋对，伊的剑法一块无比，一剑毙命。然安尼，你有看清楚凶手的面目无？这，因为当时已经是半暝了，伊缀一顶笠仔，为面扎咧，所以我看无清楚。对啦，伊若是搁互我看到，我一定会认的。那安尼真好，你等下才等我，我即时来安排凶手，甲你见面。慢请，敢讲你的心内早就伫咧怀疑某一个人的心？对，是啥物人呢？此案事关重大，伫还未查清楚以前，我袂用甲你讲。拄则属下顺利的时阵，发现一个人影，所以特来保护大人。只要无代志，你去外面顺看嘛。是。大人，请唔通看，你啥物啊？毕竟姚细安是朝廷派来要帮忙大人办案的。现任朝廷四品带督护卫姚世安，请大人恕罪，免客气，请坐。谢大人。拄则报头讲有看到一个人影，莫非是姚护卫的你？请大人恕卑职无礼。姚护卫深夜来访，比着姚氏上过。有关本地高调人命的命案，大人是毋是有查出凶险？
笔记所知影，伫即一两天，还阁有命案会来发生。敢讲大人一点仔线索都拢无？大人，在笔记离境之时，早已有拟文，会当一剑致死之5个武林中的高手的人，除了是辟萧神剑刘浩山以外，别无他人。本官也是甲你同感，只是也无证据，所以大人若是爱证据，这并无困难。前2天，伊凶手要杀死张顺宏的时阵，有人亲睹杀人的现场。你是讲笔记是讲，有人亲目睭看见凶手杀人。你是讲啥物人？是笔记的前类白凤珠。白凤珠。前类夜宿客栈，拄好看见窗仔门外，凶手一剑刺死张顺宏。尊夫人看到是啥物人？前类是讲，凶手是一个少年人。假使你所想的凶嫌，若是甲在下所想相共，是刘浩三者，就请大人安排，互伊刘浩三甲着前类见面，以便指认正是凶嫌。大人，属下话已经讲完啦，故事。惨啊！那安尼就惨啊！原来迄个自称讲是神秘剑客的人，当时啊就是惊啥，提前四品带刀互的。哎呀，这分明是要来掠咱何三。而且，伊的家后嘛有看见何三兄杀人，若是互伊指认出来，何三兄是绝对走袂去。何三的功夫虽然真好，伊有办法通我走，但是嘛一定会连累着客山呐。阿娘，何三妹，紧个，迄个神秘剑客哦，就是惊声派来，四面带刀互的，哈，你拢知影？伊是要来查害你，杀个人的真凶手的证据。而且因某看起害你，杀死张春红。当然，你都爱紧走啊！阿娘，已经走也走袂离咯。那安尼是？何三兄，莫非你要消灭证人，杀死后细汉的某囝灭口？小妹啊，哈？你哦，等下去番路小丽准备一寡食物件，等姑爷转来，通我互伊食，知无？好，我即马就来去。姑爷，你哪到这时阵才转来啦？害阮小姐等你等到急到要死呢。你小姐还袂困？拄仔准备要困啊，